兴隆桥哦，桥南老街，你看，盐水老街道路有好几代的打铁店哦，怕七要点，你看，打铁老铺。白天的景观啊，晚上呢很美啊，下午很多游客啊，更美。哦，铁地店。哦，你看铁地店的那个炮城有大概1万多支的冲天炮呢。哦，也很有创意，可以加那个体验卡，一张体验卡10块钱。哎呀，冲天炮一发射出去，哦，哇哈，真搞，嘿嘿，真搞，啊，真搞，哎呀，啊，反正对，哎，真搞，哎，真搞，你真，嘿嘿，谢谢，啊好，真过来，啊哈，谢谢啊，真多好听，谢谢，感恩啊，多好听，谢谢，嘿嘿。哦，多大厨耶！你看那个砖，墙壁的砖，哦，年纪。好久不想回来哦。好沉啊！哦，盐水老街了，盐水前哦，桥南老街。哦，旧的房子。哦，龙溪塘哦，旧房子。哦，盐水桥南老街。哎呦，是智慧电视卡。哦，真水，哦，好多风筝，真水。哦，哎呦，好像艺术字哈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社区也好，谢谢。哦，真好，哦，感恩，哇，真好，真用心，哦，沈丽珍女士荣获103年台南市绩优环保义工实至名归，哦，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敬贺，还有英华志工表扬行善长乐，那是翁金英女士，哦，安那遮济哦，遮高，遮济啊，遮济成就哦，新年，哦，严艳华呀，哦，行善长乐哦，既要志工表扬的呢，真搞，哦，那马山海呀，哦，马山海先生荣获104年既有长青的环保义工及环保志义工殊荣，哦，乐善不倦，哦，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敬贺，哦，盐水区桥南社区，哦，照顾关怀据点，大家这用心的照顾，哦，真好，感恩哦，谢谢，感恩哦，哦，盐水老街这边，桥南老街这边，
哦，这来鸡只大粒，只大宝嘿吼，这来鸡啊，好心。好早厝啊哈，哎，歹势歹势。咸水老街，哦，那个咸水老街哦，这里走可以一直往南走，可以到太子宫哦，太子宫哦。